歌。接住落嚟係讀經，今日嘅經文係以賽亞書46章3至到9節，我哋請鄧富山執事。今早所讀經文係記載以賽亞書46章3至9節。第3節，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我懷搋，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發白，我仍懷搋。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那從囊中找金子，用天平平銀子的人，雇銀匠製造神像，他們又俯伏又叩拜。第7節，他們將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處，他就站立不離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應，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你們當想念這事，自己作大丈夫。叛逆的人啊，要心裏思想。第9節，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聖經一節讀畢，願上帝賜福眾弟兄姊妹。好，我哋好感謝神嘅話語。接住嚟係講道，我哋感謝神帶領係嚟迦南傳道。今日嚟講道係講題係神真實的懷抱，讓我哋用安靜、渴慕同埋嘅心能夠聆聽神嘅話語。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啊！咁今日嘅講題呢係神真實嘅懷抱。咁我會分享係以賽亞書第46章3到9節。嗱，喺進入經文之先呢，我想同大家簡單咁講下以賽亞書嘅兩個重點㗎。咁第一個呢，我會講佢嘅文體語言。咁所以喺睇第46章之前呢，我想同大家睇一睇第一章嚇。喺以賽亞書一開始咧，佢就有個好特別嘅語言特色㗎，就係以賽亞書裡面嘅神啊，佢講嘢好直接㗎。嗱，大家留意下第一章，呢度嘅神咧唔會轉彎抹角，佢好直接咁話俾以色列人聽，耶和華係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譬如話第10節，耶和華中意嘅嘢咧，佢就會話呢啲嘢係我想要嘅。然之後第13節，耶和華唔中意嘅嘢呢，佢就話呢啲嘢我唔要噶。11節，當佢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呢，佢會直接表達噶。佢話呢啲事呢，我已經好夠噶啦。甚至你睇下14同13啦，你會見到有個情緒好直抒胸臆咁表達出嚟。佢話你真係好討厭呢件事，我好煩啦，已經夠啦。呢啲咁嘅言語風格，其實正正就係以賽亞書嘅一個特色嚟㗎。神係用一種好直接嘅方式，讓我哋知道佢嘅心意。嗱，第二樣嘢想大家睇清楚嘅呢，就係經文嘅背景。我哋今日要睇嘅以賽亞書46章3到9呢，其實係喺以賽亞書40到55章裏邊㗎。以賽亞書呢，我哋話係一卷一卷書㗎嘛。其實咧佢係好長好大嘅，所以咧如果咧你將佢切碎佢咧，係其實可以出到唔同嘅書嘅。所以我哋通常講以賽亞書呢個難啲，呢個難嘅啊。咁但係呢個大段落咧，我哋一般稱為安慰之書。
咁佢講嘅就係以色列人嗰陣時經歷緊國破家亡啦，佢被擄到巴比倫啦，四周都係偶像嘅崇拜啦，就喺啲咁困難嘅裏邊，神呢就主動講呢啲咁嘅説話，賜下呢啲嘅文字嚟安慰佢嘅子民。所以咧，接落嚟嘅經文呢，我哋會做一樣嘢嘅，就係將呢兩點做一個簡單嘅連線。麻煩下一頁啊！即係我哋點樣用一種直接坦率嘅言語風格，達到佢想要嘅文學功能。即係呢卷書點樣係帶俾我哋安慰嘅呢？最後嗱，接落嚟呢，讓我哋一齊仔細嚟睇睇相關嘅經文。我哋一齊嚟讀一讀以賽亞書46章3到4節啦。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就蒙我懷搋，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發白，我仍懷搋。我已造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嗱，讀完大家睇唔睇到？其實佢有啲咩地方係表現到佢嗰種直接嘅語言風格？嗱，文學啲講呢，佢嘅主詞轉換係好直接㗎，成日出現啲你我嘅字。簡單啲講呢，就係話佢好似我同你哋講嘢咁嘅，我面對面親口咁同你講，咪會 face to face 咁講你我咯。所以佢呢度講嘅就係神好直接咁同以色列人親口咁講嘢，佢親口咁對住你面對面咁承諾佢會保護你。甚至呢，如果你留意經文字詞嘅從屬關係呢，你會發現呢，通常佢用我做主語嘅時候，都係講緊一啲會保護你、做緊承諾嘅時候㗎。嗱，譬如神一共親口講咗4次我對你哋嘅保護。譬如話第3節啦，我懷抱，我懷搋；第4節，我必懷抱，我必保抱，我必拯救。嗱，見唔見到啊？去到後面呢，佢嘅句子係越嚟越加強語氣嘅。佢去到後面啲必咧就開始出嚟，必然嘅必啊！佢係好清晰咁講緊神，我係必定一定會保護你哋噶。好堅定咁講，神我係一定會支持你哋噶。而呢啲面對面你我嘅語氣，講緊係一種親自嘅承諾。所以呢，經文第3同第4節嘅小主題，我哋可以咁總結噶。神親自講佢對自己百姓嘅保護，並且呢承諾會保護到底。嗱，呢度呢攞出第一個重點。接落嚟呢，我哋會閱讀經文嘅第2個重點。嗱，讓我哋一齊嚟誦讀經文第5到7節啦。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那從囊中找金子，用天平平銀子的人，僱銀匠製造神像，他們又伏拜又叩拜，他們將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處，他就站立不離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應，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嗱，透過頭先嘅誦讀，我哋又揾下咯喎。喺經文嘅46章5到7節，佢邊啲文學手法係好直抒胸臆、好直白㗎？嗱，你見到啦，首先佢用咗反問㗎，佢用好直接嘅言語反問話：你哋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嗱，通常咧呢啲反問呢，佢唔係為咗得到答案嘅，佢係一種直接嘅挑戰。譬如話你喺街度同人嗌交，你會話你好叻咩？咁你唔如果人話係啊，我好叻噶嘛，即係佢講你好叻咧，就話你好蠢咯。
即係佢講問題嗰個人本身係有個答案嘅。所以經文呢度直接咁用語言反問話：你哋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佢本身就係講緊話，神呢係冇嘢可以同等嘅，神係冇嘢可以同佢相比嘅，神係冇嘢可以比較，令到任何嘢同佢相同嘅。而呢啲説話用更加現代嘅言語，可以睇作係一種直接嘅挑戰嚟㗎。咁仲使講嘅？神係獨一㗎。仲唔明顯咩？神係不可比擬㗎。唔使解釋啦，答案好明顯就擺喺你面前啦。神係唯一嗰個。佢講緊呢，大概係咁樣樣。除咗反問嘅方式咧，經文仲用咗另外一種直白嘅方式㗎。大家有冇見到？佢其實用咗描寫嘅，即係如果佢用描寫，就係佢想直接敘述咗個畫面出嚟，俾你直接一睇就睇到啲偶像同神本質上係唔同㗎。你睇下經文嘅6到7節啦。經文用敘述故事嘅方式，一步一步描述偶像點樣出生、點樣生活。佢同前面3到4節神主動保護人、陪伴人一生呢種咁嘅場景呢，係互相對照㗎。我哋睇下佢點敘述先啦。佢話喺最開始，偶像係被人做出嚟㗎，即係人要自己攞錢去做個偶像。然後呢，佢就話咯，去到要安置落個廟度嗰陣時，其實偶像都係被動㗎，佢係被人抬喺個肩度啦，再被人擺喺個地點度。最後偶像係如果佢唯一能力就係站立，意思係咩啊？即係佢無能咯，佢仲有企喺度，乜都做唔到咯。佢係冇辦法回應人嘅呼求，喐都唔喐嘅。而最後咧，總結就係偶像唔會講嘢，都唔會行動。人有難處去呼求，佢就乜都做唔到，幫唔到忙，亦都救唔到人。其實佢俾你睇嘅畫面就係話，個偶像好似我哋細個長輩教我哋咁，佢係死物嚟㗎，你唔使驚佢，都唔使拜佢。如果你留心經文嘅場景呢，你會發現呢個描寫嘅時間性呢，佢由誕生到安置。同埋咧，我哋前面所講一個人由生下到出胎到年老再到發白，原來係同一樣有個時間線喺度嘅噃。我哋可以擺個表出嚟睇睇㗎。人一生嘅歷程喺3到4節裏邊就係咁寫咗出嚟嘅。佢話：自從生下即係誕生啦，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即係生咗落嚟啦，就蒙我懷搋。直到年老，我仍這樣；老到白頭髮，直到發白，我仍懷搋。每一個看顧嘅動作，都好似之前咁，對應到一個唔同嘅時期。而呢個呢，就係以色列人一生唔同嘅時期啦。透過呢個畫面，我哋就可以對比到神同偶像嘅唔同屬性。個表格就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嘅。而喺度呢，我哋睇到第二個重點就係神喺自身喺存在上邊已經揭示偶像同拜偶像嘅荒謬。而接落嚟呢，我哋會閱讀第3個重點，讓我哋一齊嚟睇經文嘅8到9節。你們追念這事，自己做大丈夫。叛逆的人啊，要心裏思想。你們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呢個上下文你睇睇啊，咩叫做追念這事啊？追念這事係邊件事？其實如果你睇翻原文呢，追念這事就係話佢講原本講緊嗰啲嘢，即係佢頭先講嗰啲經文，講上文咁解。即係你見好得意喎，佢直白到係咩呢？佢講到去呢度，佢停一停，佢問你記得頭先我講過啲咩啊？你記得喎？頭先我講過啲咩喎？佢話俾你聽，神嘅帶俾我哋安慰，神嘅信實唔係一啲模糊嘅嘢，而係頭先剛剛就已經承諾過嘅，甚至係你可以追憶到喺上古以嚟嘅聖徒，上古以嚟神嘅百姓，其實都係明明可知係有救贖同供應，呢啲事係發生過嘅，而頭先佢就承諾咗你啦。
所以咧，追念呢度就係想我哋回想、記住上帝過去點樣帶領、點樣信實，從而咧歸向佢呢位唯一嘅真神。因為神自己話：我是神，沒有別的神；我是神，沒有能跟我比較的。從剛才嘅分析咧，麻煩下一頁啊，我哋可以得出經文嘅3個大段落㗎。神親自講對人嘅保護，並且承諾會懷抱到底，就係嗰啲你我啦。而且佢用反問同埋一啲畫面嚟俾你揭示出，直接睇到佢同偶像之間係唔同㗎。拜偶像係荒謬嘅，而神係信實嘅。最後呢，佢讓你追憶，你記唔記得頭先我講乜嘢？神呼召人用追念去歸向佢嘅信實。如果你記得我剛才講嘅嘢，你就會記得我歷世歷代都有向我嘅子民發呼聲。佢想講嘅係咁。咁就住呢3點，我想補充下第一點先㗎。其實啦，呢啲咁嘅表格咧，大家睇咧都覺得好辛苦喎。我當年咧喺神學院咧，我有做過類似嘅報導 project 㗎，我又係用呢個。結果咧，我前面喺度講咧，後面啲同學係訓導詩橫篇嘢㗎。因為真係一個非常難嘅經文嚟。但係想唔到喎，居然咧有一個人咧行到我面前就同我傾偈。大家知唔知咧？其實播神嘅講道學咧，如果你想申請，你可以申請㗎。你申請咗就可以去聽㗎啦。係外面嘅人係可以聽嘅。佢同我講話，如果你話神會抱起人會救人，咁點解喺現實裏邊人會受咁多個苦難嘅咧？然之後咧個會友又講佢嘅苦水。原來佢係個基督徒嚟嘅，自從信主之後就好多生命嘅問題出現喺佢身上。其實唔係佢自己嘅問題嘅，譬如話佢媽媽就病咗啦，然後佢照顧佢媽媽，通過醫治我哋知道佢媽媽嘅病係 cancer 啦。然後唔緊要嘅，佢祈禱希望主幫佢去投資。咁佢投資嗰個年代咧，佢投資嘅叫科技股。佢嗰個年代咧同我講，你記得有個人叫董建華咧？科技股間董建華，你就知咩事啦。咁所以佢一次又一次嘅面對極大嘅困難。當佢去同人哋傳福音，佢同人哋講神會保守人嘅時候，啲人就諷刺佢，就話我拜關公啊，拜到風生水起啊！你拜耶穌啊，窮到褲穿窿。我真係唔夠膽信你個上帝。佢面對呢啲嘢，佢覺得即係咯，你講咁明顯、咁靚嘅 paragraph， 咁好嘅原文，但係我覺得離我好遠啊！神嘅擁抱係咪真係咁真實㗎？但係點解我會記得呢句説話咧？就係我覺得其實呢個都可能係嗰陣時嘅以色列人面對嘅問題嚟嘅，即係佢被人去奴役啦、去統治啦、離開佢嘅家鄉啦，所以統治佢嗰啲人得勢嘅人全部都係拜外邦嘅神嘅啦。而佢嘅耶和華喺度話保護佢，但係佢係危機受凍啊嘛，個情況係，所以點樣先能夠話俾佢聽神係懷抱佢？我諗咗好耐，然之後最後我都誠實嘅，我聽佢講，因為我冇答案。然後我問我老師要點處理，我老師話：我多謝你冇答案，因為呢啲情況其實佢唔需要一個答案。面對呢啲咁嘅提問，如果你能夠唔急住俾答案，陪伴同傾聽呢個人嘅問題，承認自己都係無力自救嘅人，呢種誠實嘅陪伴，有時往往比你講任何嘅嘢更加有力量。然後個女同學喺隔離聽住，佢就話：其實呢，如果嗰個係男仔，嗰個係女仔啦。佢話你可以試下行過去攬下佢。你有時乜嘢都唔使講，你就行過去輕輕咁抱下佢，俾佢知道有人喺佢隔離，俾佢知道你安慰緊佢，呢個就係最真實嘅安慰。弟兄姊妹啊，神喺以賽亞書嘅依度，佢唔係話俾你聽佢幾合理，佢幾偉大，按照聖經我保護緊你，你唔知。佢係用緊一種觸感同溫度，用緊一種懷抱，話緊俾你聽佢真實嘅同你同在。正如我哋有時人亦都一樣啊。我以前細個咧，我信主嘅時候咧，有個阿姨咧係好
好口臭嘅，我容許我咁講啊。佢成日都話即係佢關心人嘅唯一方式咧，就係不停挑嗰個人嘅毛病啊。但係我最記得就係我到而家做咗傳道人，佢講嘅嗰啲教訓，我係一句都唔記得㗎。但係我唯一記得就係我考會考得合格嘅時候，佢攬咗我下，佢塞住我個頭同我講：都話你㗎啦，成日冇自信，你俾心機咪得咯，你得㗎，你睇下你成日就係冇自信。嗱，我淨係記得咁啫。佢中間講話點樣神去保守人啊，你要有亞伯拉罕嘅信心啊，我全部唔記得㗎。我淨係記得連我阿爸都冇攬過我，佢攬咗我下，明嗎？有時神嘅懷抱就係咁啊！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有時信徒之間作為神嘅喺地上嘅一個代表，你能夠傳遞到神嘅愛，係神與我哋同在嗰種明證嚟。甚至你睇翻呢度啊，你有冇感受到神與你抱抱？你今日聽到係啊，講咗好多經文啊，講咗好多難得嘅知識，你有冇感受到佢實質圍繞你嗰種同在？呢個都係緊要。而另外一點咧，我想補充嘅係餘民嗰一個部分啊。麻煩你下一頁啊。係啦，頭先我就講咗第一點，接落嚟咧，我會講下面嗰兩點，我會夾埋一齊講嘅。麻煩再下一頁啊。係，其實就住第三點經文咧，我將第三同第二點合起嚟同大家補充下。大家知唔知以賽亞書裏邊所講嘅餘民咧，其實唔一定係講緊以色列嘅餘民嘅。佢都可以講係嗰啲揀咗悔改、回轉、單單依靠神嘅人。所以經文呼召餘民係追念上古嘅事，就唔只係呼召當年嘅百姓，佢仲係同緊我哋呢啲跟隨神救恩，今日我哋呢啲神嘅百姓嚟到去講嘢，叫我哋去思念我哋要點樣經歷神，我哋以前嘅人係點樣經歷神嘅恩典。呢個呢，亦都係我哋經歷神信實嘅一種方式。餘民喺以賽亞書嘅意義其實可以好闊㗎。嗱，你可以睇到咧經文嘅第3節有講㗎。佢話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就蒙我懷取。懷猜 ，sorry。呢度提到咧以色列家一切餘剩嘅咧。原文同一個字咧係講殘存者咁嘅意思，佢喺以賽亞書嘅其他書卷係有被使用過嘅。嗱，如果我哋仔細睇以賽亞書咧，就會見到咧，佢有時都用喺一群願意悔改、單單依靠耶和華、被神保守歸回嘅人。譬如話以賽亞書嘅10章20到22咧，佢就咁講話：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雅各家所逃脫的，不要依靠那擊打他們的，卻要誠實依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能歸回的卻是剩下的。嗱，呢度好清楚咁講，餘民就唔係講緊殘存者嘅，而係嗰啲信心嘅回應者。佢哋選擇放低過往依靠嘅偶像啦、外邦勢力啦，轉而依靠耶和華。咁樣嘅理解咧，其實都呼應咗新約保羅裏邊嘅一個講法㗎。佢係喺9章27節羅馬書裏邊咧引用同解釋嘅。以色列人多如海沙，能得救只是餘下的一小部分。而保羅喺呢個經文嘅上下文咧，其實係講緊餘民㗎。佢話得救唔係在乎外在嘅身份，而係在乎你對神救恩嘅回應。所以咧，如果咁講嘅話，餘民適用咧，亦都係於所有嘅時代嗰啲願意歸回、願意信靠神嘅人。而今日我哋作為神嘅百姓去回憶嘅時候，我哋有時就唔係淨係回憶聖經裏邊講嘅嘢，我哋亦都要回憶由當年跟隨耶穌嗰扎人到現在呢啲歷世歷代嘅信徒一路落嚟，我哋係點樣經歷神？咁咧，你就能夠更加鮮活咁樣感覺到神與你嘅同在，同埋神嗰種懷抱係從來冇離開過我哋。嗱，我曾經有個咁嘅故仔嘅。曾經咧，我有一個傳道人朋友咧喺神學院拍拖。咁點解佢 legend 咧？就係因為
喺神學院拍拖咧，不嬲都好似做間諜咁嘅，即係收收埋埋嘅。你能夠被人知咧，就真係好誠實同埋好 legend 噶啦。而且知咗唔散都好 legend 啊！你知唔知啊？咁呢個傳道人咧，好感恩佢揾到合適嘅女朋友，咁好願意同佢一齊裝備去服侍主。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因為可能神學院捉得比較嚴啊，一味叫佢哋禱告等候，個時間長到個傳道人同女朋友咧拍咗拖準備結婚咧，就都差唔多40幾啦。個傳道人咧身處嗰個年代好重視後代，佢覺得咧佢等待禱告等候到有少會唔會絕後咧咁。於是咧佢就去請教身邊嘅基督徒朋友，希望佢哋咧能夠幫自己分辨神嘅心意。但係咧，當佢越同團契嘅朋友分享咧，佢發覺自己心裏邊嘅焦慮就越多。佢個朋友，佢身邊嘅人都好愛主，都好熱心噶。但係就係正係因為咁樣，當佢一講到自己嘅掙扎，有啲人甚至聽都未聽完咧，就叫佢回憶聖經前人嘅信心。主會俾你一切㗎，你要有撒拉嘅信心。甚至有個弟兄咧，用路加福音9章62節嚟提啊，就係話你呢啲係冇自信嘅表現，你唔信神，手扶着泥往後看嘅，不配進神的國。結果佢聽完，你覺唔覺得佢被安慰咧？唔被。所以佢回憶到聖經呢啲歷史嘅人物，佢心裏邊唔單止冇釋懷，佢仲充滿住內疚同壓力，佢更加係低落。佢甚至同我講：你成日話人哋成日話有撒拉嘅信心，咁佢女朋友唔係撒拉啊嘛，有亞伯拉罕嘅信心。咁亞伯拉罕嗰陣時係冇100萬嘅樓噶嘛，係咪？咁所以佢唔知點樣喺啲情況下追憶上古嘅事，佢唔知點去思想神。但係我見證住，隨住咧佢去接觸而家信徒唔同嘅群體，佢去接觸下風雨蘭啊，接觸下其他佢侍奉要接觸到嘅信徒群體，佢會發現其實信靠神嘅百姓都有好多唔同嘅生命故仔喎。佢接觸過一啲未婚懷孕嘅女仔啦，即係你知嗰啲唔識性啊嘛，即係你可能生產嘅地方就喺廁所爭啲衝過去咁。即係原來有啲人佢冇諗過要，但係佢有咗。甚至有啲基督徒係我哋都識㗎，就係佢喺適合嘅年紀喺香港度做離婚嗰啲 law 啊，有好多種 law 做 law，明明冇懷孕嘅，明明冇避孕嘅，但係點要都要唔到，即係佢好想要嗰陣時就點都冇。但係好得意嘅喎，當同一個人佢去咗外國移咗民啦，經濟陷入困境嗰陣時，一路都冇避㗎，經濟唔穩定反而有咗。你冇預備要佢，居然自然就有啦。所以佢呢度佢就明白到咩叫做撒拉嘅信心啊！如果撒拉嘅信心係歸翻俾撒拉，就話各人喺神俾唔俾產業呢件事上面要有佢自己嘅信心，明嘛？而佢能夠將一件事由一個好似紙老虎咁嘅平面睇到好立體，唔係佢淨係追憶聖經裏邊寫過嗰啲嘢嘅。佢仲係要追憶神百姓歷世歷代身邊嘅人點樣追隨上帝嗰一種嘅見證，令到佢覺得佢實在地被神抱抱，神冇離開過佢。所以咧，好快佢嘅信心又變得更加踏實，亦都慢慢喺自己嘅掙扎同經歷裏邊產生咗對神嘅信心。弟兄姊妹，如果你要 touch 到一個人，要讓人感到神嘅信實，要佢追憶神喺聖經裏邊所講嘅嗰啲嘅事，嗰啲嘅信實嘅歷史，除咗身邊嘅見證要見到之外，有溫度嘅懷抱都係緊要嘅。所以今日透過以賽亞書46章3到9節，我哋一齊經歷咗神嘅懷抱同信實。經文提醒我哋，無論經歷啲乜嘢，神嘅真實同懷抱都依然守護住我哋。重點呢，係我哋有冇溫度，同埋重點呢，係我哋有冇見到歷世歷代人們嘅見證。好，今日嘅經文正道係去到呢度，多謝大家。